今天跟各位昨天跟各位前的大家好。是说天地之变，想天之地都是很决定这里别别人老先生这里我在之间，公园能以修在天，人间里现在领导今天一样，那是决定这里边那边上来公园这里举办这里这里举办很好。那公园这里的怎样？这个山树这个基本的贡献，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宝贵。这里修的不分级不平级，那这里在这是一个经济在高用，因为经济上在高用，因为主修利用变化在这样离开，尤其是这里这个是文化文化，但是人中你东西这就能够分别和文化会是今年的这个形式。那这个形式能怎样用心融入这道具，融入这道具，所以分别和文化会这个形式，这个道经跟佛体系。那刚才这个道经中间一定执行了以为不行，执行了跟心性上的配合，这是今年因为年轻人到这里最开始的这场对吧？必须来接触来做这个问题，因此上对吧？上天那干啥这个经济在这来我们来负责，那怎么样？东西理论是得对这个时阵，你尽管这个时阵，这是条用思想的时阵，这是条民主的意义，不是这很简单的事情。那怎样？东西所表现，那么表现之下，因为这个的时阵，你这个上面时阵，这个跟不得你这个情况，那改变。你这个时阵，但是另外的会遗传的这个情况，所以那你的资料以我认为的这种对吧？那记载了是某一个情况，当中一环避免我们吃小不小，不给告诉他不小不小。你这个时阵能怎样？现在之下，大家一定要跟东西不得，并且选择。不呢，你的这个本身的东西一定要分，这是第二件部分，这个经过了这场用，这个一条方面分，你企业的收到8点，初点、2点、3点、4点、5点、8点往前开始，一切都不是可以算的。一个有点美，有点指数，一点也成分，这个那就写了拉近我们的心性。所以这个时阵，你经过一点本来的这场这个感记的要讲清楚。那咱们要在这个面前去中间，如何来记要讲清楚？不呢，你分辨简单，我还有界，牵涉那可能搞发点，牵涉搞发点。也选择搞发表呢，因为这个好，因为去回天家，公为单位，公有一个家，在本来发达，它是什么？变化发表的很大，也是它这个整体，它也就是打个字典，用这个手枪后尾，用这个东西也，用这个可能他不知不觉去有着这样的选择。那个高一点点，那个不分为何，应该是跟他说。好，也是后面，你提供告知的广泛，这些什么的，先都是来说我最主要，而且在地方在操作这些优点用心，因为
过去应该知，这中心们，因为那个为那讲天道啦，在果断，因为中心就变成了工作天道是无所谓的呀，天道是无所谓的。中国的就开始讲今年转机，如果拿行业的了呢，行业多理先进，转机拿行业好先进，也转机你属于中国的，马上好做。有人是讲，过去爱习惯这个公管自放，一个非常复杂，但它受到咱的边境部分。不过呢，今天那医疗简单对这个防范是重要，对这个有够中间，让受到非常复杂，但係它是受到这个医疗在做。你说这个这个休息，以为什么的贡献？到今年来，哪个他个人比较贵气，过这个表现，那对我就起码我觉得尽量做贡献，这是的。但是呢，你这个是提升我想的技能，你期待进步的现象，进步的现象，进步的现象，期待的现象，所以它叫贵气。较简单，过去咱就是讲，咱过一点点这老实的，是不是生产的关键啊？都是创造，为了完成掉，为了完成掉，他就来研研厂，喏，关出去了，弄个20个，20个当中挂起身，挂不归根，基本上呢，也是在那个关起来的你这个挂大会，挂结果。就看他包括了家庭。过去咱过谈，都在服务上，都在考上，并且呢，叫人去上班这老王没办法拢是在考上，拢是在服务上。第二天呢，最后一点，现在我们给看一下这个起来前天呢，因为那个过关机我第二个我第二个宾馆。两面那可能在家里在5个月，两面他过了，而且呢，所以讲现在有些讲说，现在关注很多学校，5年前的北京这个会议先生，会议这些先生，他是真正困难，但是他表面你定下重心，你这个模块当中，你上天来来说。我们大概这一年优点用心，大概再来心得，大概这样的心得。你不管这个后面，你用心牵收几个信把人家，因为双方都不对，但是后面因为那个记者说，要记者说要求人说一届记者说，细那个是短路面的，要记者说了，那不是。一点情况，包括一点讲到这边上所，那个常在上，所以呢，那他自己你想办法就那是泰国，那是这样子，一个大包袱，这种是一般那个手艺那个工地的这个比人高的这个就那我上班那样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因为因沙漠下现在是这个情况，因沙漠不让现在是这个情况，这个是不能的。但是呢，因后边2002年马路情况，而且4年以后这个办，这个安全。这个情况都变他的规定不然是当风险，但是今年安全。从细节、从细节直接进后，进口发起，直接进后，进安全，进安全后，这个真正那个手艺大概标，他比大标，都会标。就今年你我了这个核心，都是核心了会，但这个手机。
因为规控了后，无好规模好。所以咱地球在包括地球，就伫咧道心大力强正常，真正感动。好，讲是天都有这个出现这个。甚至个当中呢是回向，伊后天本来真正就是回向，那叫回向。拢听这个咯，有这个出现，当然在这个当中，你们来办，哪一个是关公啊？那你关公怎么发出来？真的发出来，哦，这是哪个？你都不用讲的，因为我靠，也辛苦，而且还辛苦，所以这个推销，那比啊，真正也他是选择有这个可塑性，而且呢，就是便宜的，所以呢，所以。地心是天边心，这是依附于天边心所发的。但是呢，这个每日这条，因为伊无天边无英雄啊，我哋看，咱讲的有点这个。他们现在他嘛，有时候还有打人的说法，不可以。但是你属于这个都要好，咱的语气，咱的用心，咱的灵魂。所以这就是这个法重心，也是重心啊。因为人所讲说，我们重心就是因为道天理，一定是讲道天法，把讲道天法，咱起码就讲见行不一定说吧，这个是拿中心专家，这比较这个重心，大家所修。